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大家好，也下科技进来进进步进来进发达了，大家人手一机吼，人手一手机，唔但像係好上瘾，其實也下連爸爸媽媽，甚至連阿公阿婆7、8、10，當人都徛在一機智慧型手機嘅，都會做乜嘅？看影片啊，也係看 line 啊，傳訊息啊，故說啊，其實也科技已經落到人哋生活當中成為當重要的一部分呢。當方片唔但像做得拿來簡單的通訊以外，還做得有動到的功能。今本日啦，節目底度就要來同大家來小結也手機啊，唔但像做得但像看影片聽聽哦，還做得來看演唱會的直播哦。細細格格來分享今本日節目底度有請到的來賓是我們的天暢國際的總經理分享古總分享。大家好，我是天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古富祥，很高。東方已經比呢度，還會講開了嘛？再個講一遍，東方已經比呢度也講嗰啲普通，大家好。你當時忙啲嘅練習講開了，就像阿圈妹強樣嘅，我未有來練習講開了。好，撒下來 Angel 來分享，你兩個一邊你福氣好朋友好，細細嘅人來分享亞軍分享。Hello， 大家好，我係大家嘅好朋友亞軍。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嗬，今日來同大家來分享也就會發通按到2017台灣好音樂。不過講到一頭前，我有一個問題想來問一下亞軍，亞軍你係一個創作嘅歌手，今日有冇來同大家來講一下這個直播的活動？哦，因為禮拜嘅讓從會有配合直播，為大家同一個時間，大家都會用手機。用個 APP 來看現場直播 ，live 就做得來看人哋演唱會，就像阿權妹一開始有講到嘅哦。不過我咪想來問一下古總吼，因為一隻音樂會啊，用直播平台用一種 APP 來舉辦，有冇有一種想法講直播平台不只是只是給人家看電視而已，怎麼會想到說要愛來播下演唱會？入擺普通係因為台灣嘅客家文化，我上來本泰國、柬埔寨，然後緬甸、泰國、柬埔寨、按越南素材，就嗰啲未當到啲客家人，客家人，本嗰啲聽到啲聲，本嗰啲聽到啲嘅文化，所以我哋爭朝亞軍。來做入擺活動。錯，故說其實入擺嘅活動啊，有當到嘅當優秀嘅音樂人、創作人都啲入擺音樂會來演出，對不對？有非常多。那其實看到亞軍呢，是在我們的10月22號，10月22號安普石頭7點半。對，在我們的三創園區，來演出本大家來看。除了有亞軍之外，還有東看到一個卡斯感，下巴會掉下來，因為真的非常強大。是，還有我們的那個10月20的黃大瑋老師，哇，然後這個唱功不在話下的黃大瑋老師。是，那還有我很久沒有發專輯的李玖哲。那還有我們客家鄉親李俊軒哦，是我們的這個康雷大哥給佢演導的來嘅啊，沒你6對嘅客家人，冇錯，是等等的將近有10場的10場安尼活動。哇，安尼演唱會有10場，唔過你剛剛有講到愛老亞的演唱會啊，的音樂會啊，本日泰國。很多東南亞的地方，是，對，你剛一開始有沒有想到講愛本給片看？那邊有沒有什麼收視？你覺得有可能會看的這些收視的潛在因素，是你一開始就有發現到的？其實，嗰啲對看呢啲甜食也蠻對學呢啲華人文化，就學我們的華語。那他們現在已經開始，這已經是一個流行。以前大家都要學英文。
那现在大家都是开始学华语。对，那我们在想说，除了华语之外，我们身为客家乡亲，我们可不可以带着客家文化一起进去？对，那才发现，从我们去年这样整合，然后才发现说，原来客家文化在那边也是备受瞩目的、受欢迎的。对，所以我们想找出我们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客家族群，然后华语族群，所以我们才找到了亚军这样子，它结合了客语，也结合了我们的华语，然后让我们的音乐可以让他们去找到故乡的一些文化。对，其实你头摆移民的时候，有东多的汉人、台湾人、香港人，全部就有移民过去，有迁徙过去东南亚嘅片。但是其实同台湾，你可能会谈到客家话，相对来讲，其实比其他的还较容易。其他的可能只有在什么，比如说某某会馆，是他们可能才听得到客家话，谈得到客家歌，可能客家的一些历史啊、来源啊。某秋按你这么方便的就接触到，所以其实，在东南亚，在新马一带是有这样子的收看客家歌诶，谈客家天师按你这个市场的。是因为行人都係安尼，我顶會講客話，根本佢都唔是講其他嘅，你都唔是聽佢講你嘅文化，我們是家人，講生意嘛好，講物嘅文化嘛好，佢頂係。這家人呢是世界，都當好講法。他客家人在海外遇到自己的客家鄉親，他是不跟你囉嗦的，他就會直接問說你需要我什麼幫忙。所以去到那邊，我們發現說跟客家人在聊這樣子的文化思想的時候。他沒有像台灣，就像主持人講的，他沒有像台灣有一個客家電視台在宣揚自己的客家文化，他沒有什麼客家的文化園區都沒有，所以在海外他知道說，台灣有這樣子的力量，他才希望說，他也希望更多的人來了解客家文化。對，古時候你第一個衝上演衝飛的這個卡司的時候啊，其實也是特別針對這些地區來挑選的。是啊，就是因為。那你亞軍嘛係客家金曲歌後，還是2屆？對，那我們去邀請到亞軍，然後以及我們的黃大衛老師，因為他也算是華人音樂界的指標。沒錯。那再來我們的李玖哲，他也是台韓的一個我們的鄉親混血鄉親，所以當我們把各個族群融合起來，就是要告訴大家說，不管華人文化或者是客家文化，其實在整個東南亞，它的接受度其實還蠻高的。對，因為其實唔單槍也都會透過這個手機的 app，傳到東南亞嘅片，其實。連電視你們都有進駐，對不對？是我們從去年開始的整合，也讓大偉老師能夠在泰國的有線電視被播出。這樣我就很好奇這個收視率咯。其實因為它是在有線電視播出，對，那它的涵蓋用戶在整個泰國是1500萬個用戶，所以它的收視率同時在線的人數有達到120萬的用戶。所以已經是算很不錯的成績了。其實這個收視率算很高，所以為什麼他們積極的想跟我們合作，甚至說有機會我們把客家的音樂也帶過去。對，因為一般對他們來講，他聽不懂。但是為什麼他們會覺得說，你希望你們的音樂過來，是因為音樂在學語言是最快的途徑。沒錯。對，所以他們發現說，除了華人音樂，你可不可以趁現在我在學華文的時候，也可以讓我學一些閩南歌或者是客家歌？因為我在跟着唱的時候，我就很快的會去講。哇，所以其實這樣子是很直接的，就老你台灣的文化，冇可用的語言，冇可用出去的這些作品，就隨到也國際化了，對不對？嘿，冇錯。對，古時候沒想到問一下亞軍，其實亞班沒 T100直播的結合了，對不對？T200，古時候你有 T100的經驗沒？嘿 ，T100都係經驗，當時是從售票演出嘛係多的經驗咧，就這是第2場。對，嘿，經驗嘅演出的時間有一場係
时间呢，嘅演唱會就會有繞場度當到有那個金曲獎嘅歌手，冇分嘛嘅語言係，記得去拍照讓重會。嘅嘅時節是會到台灣好來做合作，要做直播，係你啊大家嘛做咧到明路當紅看到，我咪要分享俾大家。好，唔但唱明路紅，呀下阿權妹就直接播本大家看，本大家看一下今年演出亞軍在演唱會嘅表現哦，同大家來分享看一下。优雅哈，手机直播看的演唱会，发着没做得这么清楚，然后这个镜头没做得带到暗讲，真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哦。鼓手各位乡亲朋友，12號亞軍又會來參加呀，也擺演唱會了，請大家這個詳細關注呀明路紅的消息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過來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綜藝群阿權妹。今日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分享一隻，用智慧型數據就做得來直接線上 live 看的呀直播的演唱會哦，愛同大家來分享。韓國家下有看到吼，亞軍到今年年初的時節有演唱有參加過呀，佢用係直播的演唱會，下出來問一下亞軍吼，你講下啲台當空唱歌，唔過唔單唱下演唱會，就是不只要有唱歌啊，當然要有來賓啊，特別來賓唱嘛。其實幾樣時啲今年年初的幾場演唱會，咩佢用有邀請到來賓來到節目當中唱下唱。有兩沙，今年演出的時節係因為佢按到時間呢，就會撈那金曲獎有關係，所以為咗搶到一位撈嗌那金曲獎有關係嘅特別來賓就會請一位先生，因為係佢。因為佢當初古靈愛出來比賽嘛，所以當間請佢是請佢來嚟只音樂會來做演出。咁然後呢，還有邀請到嘅師姐去年大獎發片嘅吉娜冠子，哇塞，超級唱將，當會唱嘅吉娜冠子來演唱同下做演出。鼓手真係喺動態嗬，用數據看就做得看到，又做得看到亞軍，又做得看到余偉老師，又做得看得到吉娜，亞場沒共用，亞場沒共用，唔單唱有亞軍，唔唱嗰本大家堂，沒有邀請到 TPA 來賓，錯冇？係兩隻來賓咧係變麒麟。
新台圣代哥哥，圣代哥哥，对，就是新屋 rap 嘻哈歌，小王子谢轩琪，对对对，佢係個唱嘅嘻哈嘅，佢為來唱佢之間嘅歌曲，嘛為有一首歌曲，你會唱下現場讓樂手來做演出。哇，古時其實都得看到咁精彩嘅演出咯。先來請亞軍來同大家講一下，因為亞嘅歌嘅好好聽嘅歌曲真係太多嘅，我攝中到也演唱費啲都充滿大家聽嘅，像這個歌單，你聽出動態有哪通吼？係啊，真嘅，比如像講哪一條要慢音輕顯，因為兩擺嘅編制，然後挑戰大家看到演出嘅唱係冇強樣嘅，冇強樣，兩擺會比較偏向不插電的感覺，對對對，不會從挑戰嘅係下動音，係一張 full band 的感覺，這次比較偏向不插電音為下少，過了呢，然後係咁個。為了聖代走演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基本都係歌曲係按用，對，要怎麼樣用這樣子的不插電的方式來呈現嘅？好期待哦！唱一個跳 Sunday Morning， 對，按你要用的來呈現，因為其實用不插電的方式來演唱啊，我覺得規造氛圍反而要很重要，對不對？對，所以應該有兩家。演唱會對我來講，它比較不像演唱會，我反而比較偏向很吉安的音樂分享會。音樂分享會，音樂說唱會。對對對，因為我為了大家，因為歌曲自家寫嘛，所以聽出為了大家分享大條歌曲的故事。對，其實一開始古總也有說到，我覺得亞軍這一次很親力親為，什麼事情都自己來。你知道吉威亞白演唱會啊，花多少的心思在裡面？你看到的？我看到佢物界全部切下來賣衫啊、服裝啊，然後宣傳，還要自己宣傳。對對，古時候人家出來夾夾，然後給宣傳一下，告訴講，我買票的話，我用嘅來買票呢。哦。在我們那個 UDN 聯合售票網，在我們的線上現在都直接能夠購買。所以這一次跟聯合報系一起做這樣子的一個售票活動，那現在都已經在所有的線上已經有開始販售。冇錯，古說12號好，大家可以記得咯。亞軍的演唱會係12號7點半，大家上 UDN 的售票網就做得來買到票。韓國唔單止有亞軍，也就客家嘅歌數吼，其實當到客家人嘅創作咩當好聽。對，所以我想問問看古總，你對於這個客家歌曲啊，還是說客家的創作人來講，有沒有哪一些你覺得有聽過或是比較熟悉的？有啊，像我們黃子軒、以三平快，那其實都是我們包含亞軍，都是我們比較年輕族群。那還有李俊軒，好，那這都是我們年輕一代亞曼對客家文化的一個傳承，所以。我覺得他們都是一個很好的歌手。沒錯，而且我知道我們單唱客家文化，其實客家歌不是只要寫客家文化，其實沒有懂得我們生活的地方，可能佢喺下給對佢生活來講親接近的。比如說，我下港語，我下一東西就會最接近我的客家話，但是我很有可能也會寫到一些其他族群，或者是我的人生的生命故事，也就會客家衝重人呢這個最珍貴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他很多不同的生活經驗。古時候啊，其實借由這樣子的音樂會來同大家來呈現，就像亞軍你剛剛說的，它其實是一個說唱會。那在這個說唱會的方式互動就會很重要。那這個 APP 它也是很注重這個互動性，所以也想請古總跟大家分享一下，APP 啊，所能用來同數機頭前的人拿來做互動。是這一次呢，在手機的一些呈現畫面，除了有影視音之外，那它也有一些留言的部分，然後包含投票的部分。那個在現場我們都可以直接開放這樣的功能，讓大家一起去投票我們亞軍最後的安可曲。哇，這麼刺激！我本人都不知道。突然亞軍有被整的感覺，所以其實按呢，是真的可以讓某啲現場參加的觀眾朋友可以透過手機來看。然後他就可以參與，直接來做投票了，對不對？是，所以就像我們
第一场办的9月20那一场，民雄大哥的演唱会，对，那个也是我们对原住民文化的一个音乐传承。那民雄大哥就也直接回应了所有线上的网友，就是线上网友有讲说，彭佳慧是不是也在现场？哦，有扫到镜头扫到，是不是？然后后来那个民雄大哥就说有啊，我们现在直接来问到很会已经生3胎的那个金曲歌后那个彭佳慧，对，我们让画面带一下她。那彭佳慧就马上把那个麦克风拿起来，就说：“你自己还不是结了2次婚，你还敢说我很会生？”所以这就是真的是很及时的互动，对不对？因为数几条前的观众朋友给看到讲，我的话，我的留言，真的不应该有大明星看到，而且直接的回复我。是。不过唔单枪某一天从那观众朋友看得到，其实就算在现场的观众朋友，他们想参加也是可以下载这个 APP， 直接来做互动，对不对？对，没错。所以这样的互动，其实这一场活动是因为我们刚提到我们是要到海外，所以其实已经有海外的各个不一样的族群在开始看这样子的一个 APP 活动，然后包含参与留言、参与投票。其实因为会在人家的会在泰国以及柬埔寨的有线电视去播出，那韩国跟日本现在也在跟我们谈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合作。所以整个整合，包含他们在线上的互动，都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没错，尤其在安可的时候，还可以参与亚军的一些歌曲的投票。虽然对歌手来讲很刺激，但是对观众来讲很好玩，有没有？没错，所以其实这样子的直播的活动啊，我们也即将在10月20号、22号亚军的。那除了 APP 有在播演唱会之外，其实每周的低档狗看到哈嘎天使。嘿，对 ，APP 上面只要去下载后，天使机头前的阿公阿婆呀，还有爸爸妈妈，其实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尬是讲气感摸下载就可以找这个孙子啊、儿子啊、媳妇啊帮忙去下载。下载的名称叫做台湾好直播台湾好直播，台湾好直播就搜寻得到。那下载下来之后，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其实下载下来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对，大概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界面。那它就会看到我们的各个频道，从台视、中视、华视、民视、TVBS、东森、非凡，当然还有我们的客家电视台。哈嘎天师没有。对。哈嘎天师竟然也有，这种使用我想到讲我看到了呀，他这个黑地给播这个哈嘎天师的这个我们的 station 我们的广告是，对，一开始用我想到讲 OED 直播平台上面播客家电视。其实我们因为我们自己身为客家乡亲，在去年开始去拜访我们客家委员会主委，就我们李主委。那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说，其实我们有了这么多的电视台，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电台，还有电影台，那包含得利影视也是我们合作厂商。那我们桃竹苗的亚洲电台，然后包含云嘉南的 A-Line 电台、大千宝岛城市。相关的电台都有20-30家，懂呢。对，所以我们身为客家乡亲，我们当然就刚好趁着拜会主委的时间，我们跟主委提的这件事，就是说我们其实身为客家乡亲，我们希望帮客委会也做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传递。那所以客委会主委李主委才觉得说，这本来就应该做，怎么会？到现在都还没有执行，反而自己的客家乡亲要推自己的客家文化，怎么会这么慢？然后后来在客家委员叫客委会主委李主委的推动之下，很快的哇，这件事情在今年对就开始了。而且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画质是非常清楚的，可以懂清楚哎。单枪有天师，刚刚有工都可以听到广播，可以稍微介绍一下那个广播，我们应该怎么点吗？是在我们左上角有一个选单的部分，对，然后它有一个台湾好广播电台。按你打开了就有哎。对，那你看这有我们云嘉南的电台，还有我们桃竹苗的亚洲电台，那我们
所以其实按呢就用手机按呢点点嘛，很简单的就可以来，不管是看电视、看客家电视、看其他的频道，也是讲你广播，甚至我们即将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演唱会，全部就都在看得到。鼓手太港，记得去下载一下台湾好直播 APP 哦。其实还有当其他的故事，我同大家来分享，一起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好，欢迎大家又转到复起来咧！我是钟怡群阿群妹，今日节目里度要同大家来分享这个台湾好直播的 App， 要同大家来分享，大家是要来下载就做在啲档个，看得到当到天师啊，韩国做在糖那个垃圾哦，不是你个准那个调频有没有？我们现在用网络就做在糖那度，是要大家手机耶，不管你是 Android 系统还是那个苹果的系统，是要去下载这个台湾好直播 App 就做在来看到，韩国后12月号。亚军后没有第二在演唱会，2017发现台湾好音乐演唱会，我同大家来见面哦。大家假使讲吼，一起都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个临场感啊，因为其实在现场的演唱跟在透过透过这个那个小小的荧幕在收看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还有声音的呈现感受力也是不同的。对，某 Q 用假使讲真的没有办法到现场，那我就只好屈就一下这个小小的手机。不过假使讲黑周的都现场。当然，这个环境啊，还有这个歌手的功力啊，在现场是绝对可以感受得到的。是因为三创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在去年整个申请完之后，它的音响、它的硬体，然后包含软体的一些服务，在今年也做了很多的演唱会的结合，所以才会特别请亚军先去看过现场，确定完之后，亚军自己也去试了这样子的一个现场的临场感。真的吗？因为我自己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我看到它的名字我就很想去，它叫做 Clapper Studio， 就是要去拍手。亚军，你去给希都要在现场的反应，你觉得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展演的场地？我没去过。那就你理解的这个环境，你觉得？我有上面看，然后我有吓一跳，就是我的第2场售票演出就要在这样子的场地走下去，觉得压力蛮大的，因为不要动到啊。到这阵看到该完全没恐容。对，所以啊，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福气好朋友亚军，有没有？赶快上 UDN 售票网去同伊支持，同伊买票一下。唔讲好讲到这个直播啊，我们想要来问一下古总，你一开始你有没有想到讲要？做这个直播的产业，因为其实直播的产业在很古早以前，阿 Q 莫应该，比如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好了，我当初可能要看一些线上的频道啊，大部分都是那种不是合法授权的。就可以透过网络档购，我就可以看到电视频道，因为我太好待宿舍啊，宿舍没有电视可以看，我就只好手用看。但是其实古总亚的频道是第一个授权的，台湾第一个获得电视台授权的这个直播 APP。是我们当初本来是在大陆在经营这样的平台，在6年前我们应民视的邀请回到台湾。开始把这样子的整个平台以及内容开始做一个结合。那当时廖继芳、廖副总、陈刚信、陈总很快的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他们发现在日本已经是人手一机。早期我们台湾的网络频宽还没有这么的好，但是他们那个流量有没有开始很多人出来就卡，就是很累格。是。所以，我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2G、3G 的环境去创造出所谓的直播电视。对。然后到今天，发现手机是24小时最离不开身边的。有的人脱光衣服在厕所了，都还是洗澡怕无聊，还要放在那里看，有没有？是，甚至听音乐啊，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早期在做这一块，跟民视去做一个内容的集结以及非凡，今天我们一开始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整合的时候，也发现哇，这个市场开始跟亚太电信，开始跟中华电信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搭配，他们反而觉得说以前是送来电铃声，或者是送图灵，对，他们发现送电视的粘着度
更高了。没错，而且就是观众的接受度会更高，会比图灵来的有用很多。是因为随着现在很多的突发事件，对，像我们几年前的职棒，他在开打的时候刚好那时候大家都在上课嘛，那包含太阳花的学运的期间，那大家都坐在凯达格兰大道，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电视。那我们发现说，在移动装置上让大家看到更多的一些活动，那包含这2年的立法院的直播，哇，那个也慢慢的把这些国会的议事，把电视台，然后包含到我们的广播电影，我们开始集结到各种载具，甚至我们第一家去整合了这样子的一个直播电视，我们也是第一家开始把台湾的电视跟有线电视做结合。对，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想让有线电视知道说，这个区块本来就是有线电视在整合的，我们只是希望把网络这一块做出来，那该由有线电视去集结，该由有线电视去分配的，我们还是希望由他们来做分配。对，不过我就希望到公益这样问题啊，因为泰嘎就离天师有属你就是靠广告，但是如果相对的泰嘎做的我手机下载一个 app， 应该就做对了看天师了。当初一开始在这种手机直播电视频道没有这么盛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跟电视台感觉好像有点电视台不太愿意授权的那种感觉？係，今晚我哋對做今晚都快走，因為因為聽起來真的就是抵觸的。是，而且再來就我哋今晚對做今晚佢就講，也要幾多年對嚟看，因為聽佢賣安內授權，怎麼買他也不知道怎麼開價。對。那所以，當我們那時候在聊的時候，其實不太有機會去做這樣子的集結。對。所以在我們剛進來去開始告訴所有人這個故事的時候，其實除了我剛講的民事非凡敬天，其實大家在這一塊還是在觀望。對，因為這一塊的會員數怎麼產生？到我們現在開始跟電信公司做集合，然後開始跟平板，開始跟 HTC、Samsung、LG 等等大的品牌做結合，甚至直接跟一些機上盒開始做一些整合。哇，故說我們單槍數機也看得到，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電視，你講喺國內呀，喺國內耶，其實到電視也看得到了。就像按呢這麼方便的一個直播 app， 就會呀哈你可能聽電視，會簽的改變，你太趕你就會開始用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收視方式來看我們的影片，或者是甚至是我們的演唱會。其實亞軍你去家啲演唱嘅經驗特別多，上一波嘅咩有來復起來宣傳這個我們的校園的巡迴的內容。對，基隆市校園的巡迴，跟你覺得在這一次10月22號的在這個我們的三創演出的內容，會有用嘅冇用來同大家再過來推票一下，有沒有？完全冇用啦，因為個桃園學校嘅校園巡迴係到新台還有羅賓曾仲偉，還有33強下來走上去，那個是完全沒有讓想主持人的，就33自己自己串，然後跟同學互動，然後也走上去。剛才衝來上去就因為經費有限，所以我們就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做呈現。不過禮拜嘅就係音樂會嘛，所以完全用現場嘅樂器，將樂手來向下走上去，而且時間也會演得比較長。大概會唱多久的時間？1點鐘一定會超過，可能1點鐘有半點鐘。哦，鼓手係1點鐘到1點半鐘的時間。鼓手大家聽說二來多多支持亞白這個我們的2人一起發現台灣好音樂音樂會要分享大家雙面搜尋，今日嘅神夢2位來到節目當中，謝謝兩位，安子生。沒什麼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今日嘅節目就到了，什麼大家上來了。Hello， 大家好，我係 Esther 鄭雅君，我是 Esther 曾雅君。10
10月22日晚上7点半呢，我会与我的乐手在台北的三创文化园区5楼 Club Studio 一起做演出。来到这辆车呢，叫做《性体》，我的第2张专辑名字呢，俺都心地。详情请下 UPN 售票网。